其實旅客嘅出行習慣一旦去受到改變嘅話呢，其實係好難去逆轉嘅。而假設我哋香港機場係冇任何改變嘅話呢，佢嘅市場地位，不論係喺大灣區啦，或者係喺華南嘅市場呢，都會係受到削弱嘅。咁所以維持現狀，雖然貌似喺而家嘅公共財政嘅情況下呢，係一個都有啲吸引力嘅一個選項啦，但係其實佢係以香港機場未來嘅發展前景作為代價。我哋希望呢一個延伸段呢，係可以喺2035年同港深西部鐵路嘅主線部分呢，係同時間通車，希望係可以縮窄同廣深第二高鐵通車嘅時間差，去避免香港喺區域連接性方面呢，係進一步落後。我哋參考咗香港而家機場快線嘅營運時速，大概呢其實係需時40分鐘呢，就可以將香港機場連接到去深圳寶安機場，並且係駁入國家嘅高鐵網。佢亦都係為來往香港機場之間呢，係提供咗一個替代嘅通道，增加翻我哋鐵路系統嘅韌性之餘呢，亦都係方便到新界西嘅居民呢，係使用我哋香港機場。喺欣澳站呢，就設一個轉乘站呢，可以駁到去東涌線嘅話呢，我哋更加係可以將北部都會區、大嶼山同埋維港都會區呢，係高效整合，可以便利到市民出行，亦都係可以促進到呢3個地區嘅發展嘅。而更甚嘅係呢，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將香港嘅中環同埋深圳嘅前海呢2大商業核心係快速咁樣連接起嚟，咁亦都可以加速兩地嘅人才啦、資本啦同埋技術嘅流動嘅。